我哋大部分嘅基層市民，我哋勞動者就係要承受啲災難，往往都係啲有錢人去製造災難，但係永遠都係我哋去承受，我哋99%嘅人，但係佢哋係啲精英分子，佢哋係1%。為我哋埋單啊！所以我哋係必須要係話俾大家知道，我哋拒絕埋單嘅。依家就要係呢啲有錢人走出嚟，要幫我哋埋單，為億萬人民打到億萬富翁。我有邊個想講？其實香港咧，做國際資本嘅活動嘅，就係勞辦會址嘅遊行。其實我哋每日都做。只不過咧，呢個似乎咧就已經冷漠，即係覺得咁樣做係冇用啦。咁當然就係因為勞辦會址唔係好似我哋咁話要將呢個投資銀行係沒收啦，係嘛？咁但係咧，大家睇到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家呢個市都跌到呢個16000點咁滯㗎啦，就嚟16000㗎啦。咁啲人咧就要嗰個窗口當門口咁行出去㗎啦。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都會叫呢個勞辦嘅苦主，因為佢哋真係第一個受害者嚟嘅，係好多人平生嘅積蓄咧俾佢呃咗嘅，所以聲援呢個美國嘅行動係有意義嘅。實際上面香港即係所有中招嘅人咧都係做緊㗎啦。好，一切歸勞動者所有。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用得寄生蟲？哪能用得寄生蟲？沒收投資銀行，沒收投資銀行，廢除所有債務，廢除所有債務，聲援美國群眾，聲援美國群眾，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爾街，吃走金融資本，吃走金融資本，一切歸勞動者所有，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用得寄生蟲？哪能用得寄生蟲 ？Off the worker! Off the worker! Not off the banker! Not off the banker! By the worker! By the worker! Not for the banker! Not for the banker! 各位，喺呢個華爾街嘅佔領嘅行動入面，警察係嘅示威者500個示威者一次過大規模咁去逮捕。我哋見到呢個咁大規模嘅逮捕，就係因為啲警察，佢哋全部都係啲華爾街權貴嘅走狗。所謂嘅維持治安，佢哋就要維持啲有錢佬嘅治安，維持佢哋嘅剝削制度。所以人民走出嚟反抗嘅時候，佢哋要將啲手無寸鐵嘅示威者包圍起來，然之後用胡椒噴霧咁去攻擊佢哋。我哋見到呢個所謂民主選舉產生出嚟嘅美國嘅政府，到最後佢哋嘅警察係淪為華爾街嘅走狗，同香港嘅警察曾偉雄係一模一樣，因為佢哋大家都係維護資本權貴嘅利益。所以我哋見到要有真正嘅民主，勞動者必須要站起來，團結去抗爭。喺呢啲有錢人，喺呢啲大財團手上面奪翻我哋嘅權力翻嚟，所以我哋要繼續聲援美國嘅群眾團結起來。我哋要準備喺香港嘅勞動者嘅反抗，佔領中環就離之不遠。一切歸勞動者所有，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用得寄生蟲？哪能用得寄生蟲？拒絕償還債務，拒絕償還債務。中東投資銀行，中東投資銀行。有冇人想講嘢？各位，咁依家喺華爾街嘅佔領行動已經係進入咗第3個禮拜。點解有咁多數以萬計嘅人走上街頭，走上去到美國經濟嘅核心，去到佔領，去到反對依家美國嘅政府以及一眾權貴？係因為依家一方面啲有錢佬資本家喺度不斷投機，就係一係金融海嘯以嚟，美國政府越救佢哋，越印銀紙，佢哋就攞啲新嘅銀紙去作新一輪嘅投機。呢一個係一個無了期咁樣喺度敗壞我哋社會嘅
美國人民嘅事，呢個係亦都係包括到全世界，包括到我哋香港，包括到喺歐洲面對歐債問題嘅群眾。我哋香港同美國同歐洲一模一樣，都係受到李嘉誠以及其他地產商、財團、資本家壟斷嘅社會。我哋香港自1992以嚟就被引入一個叫強制性嘅公積金制度，即係話強迫晒我哋每一個打工仔去俾錢俾啲資本權貴銀行家係賺大錢。咁多年嚟，每一間銀行佢做住強積金嘅生意，佢係無論賺定係無論佢升蝕升上，定係無論佢升係跌，佢都係賺取佢哋所謂嘅呢個管理費。依家每一個我哋香港嘅打工仔已經係俾呢個銀行每個人係已經賺咗13萬元。而家平均呢個市跌到成咁，我哋每個人嘅打工仔呢個儲蓄可以話係跌咗平均8%，因為仲係無了期，咁啊不斷下降。呢個就係徹底咧，我哋政府諗埋晒啲屎橋，去俾啲銀行去輸送利益俾佢哋，而我哋打工仔咧，我哋到咗老嘅時候，沙都冇埋。所以我哋話我哋要一個係捍衛我哋人民子利益嘅一個制度，有一個全民退休保障。我希望無論係香港嘅基層市民，即係話全世界嘅工人，我都要團結起嚟，聲援佢哋。咁我哋聲援佢哋，我哋會唱一次國際歌聲援佢哋。好。起來，抵抗小破滅無名，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萬丈烈焰血已經沸騰，為真理而鬥爭，就是天大的龍華流水，起來，起來，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上的主人，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來到明天，聽他那首呐喊，就一定要實現，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來到明天，聽他那首呐喊，就一定要實現。聲援美國人民，聲援美國人民，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全世界工人團結起來。開始。好嘅，咁我做少少總結啦，咁就頭先就見到一樣嘢，就話呢個咁嘅金融危機，究竟係邊個製造出嚟嘅咧？係咪勞動人民？係咪勞動群眾製造出嚟嘅咧？大致上嗰個埋單係邊個埋單咧？就係我哋勞動群眾、勞動人民去埋單。各國政府通過大規模嘅削資方案，例如英國政府，例如美國政府削資18000億，但佢就唔肯向有錢佬加稅。甚至連巴菲特啊，佢都話：喂，不如整個巴菲特稅嚟加股稅，啲小人股或者啲欺騙人民嘅做法，係絕對唔會得到人民支持。今時今日我哋又見到美國人民係非常之醒目，佢哋見到華爾街就話有2個政黨去幫助佢哋，佢自己就冇人去幫，佢要自己走出嚟去佔領華爾街，即係運動